手机唔好，我来办理炊烟手续，也是炊烟带药处方间。好，请等一下。唔好，请拿张健保卡同药单呢，到隔壁药局领药嘅，也是张准芬先生嘅回诊单。医药回诊日期是6月14，早身體嘅8針32號，要記得來回診哦。安子說，唔是生意。唔好，這是我先生嘅藥單呢，麻煩。請問葉先生，按到乜嘅名？我先生按到張准芬。哦，有張准芬先生嘅健保卡冇？有。安子說，請等一下哦。也是1禮拜嘅藥粉，也止痛藥114度，三川式包飯，還有水木錢。B 藥是飯後食113度，記得哦。雖然愛食藥嘅，還係要注意3分食藥，7分調理哦。請問食藥嘅要注意乜嘅麼？就係要注意也會講嘅飯後食。係講食飽飯後半點鐘左右，了解咧。要麻煩提平凡出現準備服務表嘅用藥指頭也一欄，數位高炸一欄簽名。好，安子說。張來了哦。